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哥们儿来了，走吧。走，你14岁生孩子啊？你还他爹呢？这是女生公寓，男性免进，知道吗？俊，你找他吗？找他给打电话去。什么人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还有这样的。来，各位叔叔，来，哎，来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我先在这儿说几句话吧。各位叔叔也知道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这里也不是认识很多人也没有很多的朋友。但这次的广告创意大赛真的是太感谢各位叔叔了，没有你们在的话，这次的事真的是成不了了。谢谢叔叔的广告赞助、官方支持和活动的审批。没有你们，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 thank you so much。小贝在这儿先跟大家敬一杯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和老唐大哥相识多年了，今天为唐小姐夜见保利，很荣幸。来，喝，谢谢。郝董事长有如此乖巧能干、有事业心的女儿，让我们感到很荣幸。哎，哪像我那小子，一点出息没有，就想上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消遣，不是买车就要换车，太让我失望了，真是一个败家子，是吧？来，今天高兴别说一声。来，拿一西瓜啊！哎，来，哎。